现代台语版圣经良记下卷第12章。耶户第7年，约阿斯做王，伫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，是别是巴人。约阿斯因为这是耶和华大的教导，一生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山头大，还未废除，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。约阿斯对众祭司讲：所有献伫上主的圣殿分别做成的钱，无论是逐个人应该献的，也是自愿献的钱，也是逐个祭司对伊所捌的人受职的奉献，着用来修理圣殿所有毁坏的所在。毋过到约阿斯王第23年，祭司还未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，所以约阿斯王调集祭司耶和华大甲其他的祭司，对因讲：恁是安怎到呾还未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？恁毋通阁对人收钱，着将钱交出来，通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。众祭司答应，无要阁对人民收钱，嘛无要负责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。这时，耶和华大摕一个柜，伫顶面挖一孔，下伫祭坛边，上主圣殿入口的正边。守门的祭司甲来敬拜的人所献的钱，拢落入去柜内。祭司看到柜内的钱有够济的时，就请王的书记甲大祭司来，将上主圣殿得到的钱点算了包起来。因就将点算过的钱交予监督整修上主圣殿的人。监督的人将钱发予修理上主圣殿的做工师傅甲建筑工人。涂水师傅甲拍石师傅，搁要材料甲拍好的石，修理上主圣殿毁坏的所在，以及支付修理圣殿逐款的开销。毋过，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钱，无用来做上主圣殿的银杯、灯芯的剪刀、盘、喇叭，甲逐款金器、银器。因将钱交予做工的人修理上主的圣殿。因毋免甲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遐人做代志诚实。毋过，赔罪祭甲赎罪祭的钱，无带入上主的圣殿，拢归互祭司。迄时，叙利亚王哈斯上去攻打迦得，甲伊攻取。哈斯就决定要进攻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斯将伊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，甲伊本身所献圣化归上主的物，以及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金，拢送予叙利亚王哈斯。哈斯就无进攻耶路撒冷。约阿斯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阿斯的人神起来陪伴，伫落去色拉路中的伯米罗，甲伊杀死。遐个杀死约阿斯的人神是示米亚的囝约撒甲，甲索密的囝约撒拔。
约阿斯甲伊诶列祖做伙安葬伫大卫城，伊诶囝阿玛谢煞接伊做王。